政策惯性 （policy inertia）。咱人一定有立场，家己别人的立场思考，才会全面，才袂失觉差。定定大家会犹豫，为何将大个政治人物，哪会变了无共？身边的同事升官后，哪会嘛是变一个人？一切拢是因为政策惯性。政策惯性 （policy inertia） 是一种伫政治、家庭、甲人际关系中自然现象。这反映伫政权交替，也是责任转移了后，囡仔大汉变身父母了后，旧的政策甲行为模式要持续存在。就要家己煞正做以前讨厌的人，毋是有毋愿改，是故无意中。讲到政治，新的政府发现真歹随改变真条的政策，因为这毋干那法规改变，要牵涉规个官僚体系的思维和操作模式。家庭甲人际关系嘛是如此。角色的固化，毋管外部环境变化，内部互动模式悠然依持旧的模式。会使安尼讲，就是立场无共，看法无共，大家因为无共立场，对同一个事物有多样的解读。这毋单是观点多元性的表现，嘛是政策改变困难的一个原因。大家人按伊的立场出发，形成无共的认知甲行动模式。随往伫政权轮替了后，伫迄个权力位置上，看出的角度会矮化，也是动化。这固有的模式也袂随改变。按铁学的角度，面对世间的纷争甲变化，保持一种看戏的态度，伫混乱中找找心中的和平是有帮助的。毋是逃避现实，是用一种客观的心灵参照来观察、处理世间的问题。减少对权力和物质的依赖，因为你看会到核心问题，袂因为别人立场的转变就掉脚断地，也袂因为看到甲你无共想法的人，煞来困袂落眠。会使伫政策甲人际互动中，找找更较稳定、心情和谐的方式，为着了解政策惯性的根源甲表现，透过铁理甲高层次的思考来看待世间的纷争，冷静和理性角度来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认为对的代志爱做，做的时毋通带情绪去做，因为要改变惯性无遐简单。所有的改变拢爱伫集体认同之下才有力量。处世力量有够，顺水杀船，自然而成。